亚洲金色目镜全联合演习，美军意外讲台湾会参加，引起中国钓卡转地。早起是随派战机警巡，佮讲要伫咧高平外海射击训练。美国总统 Trump 宣布要卖移民金卡，一张500万美金，好代表1亿6000多万，讲有钱就当做美国人。南美洲的国家地理25大停电，全国9城的地区拢失电，总统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实施宵禁。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过是苏美，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台。今仔日节目头起先来看美国甲泰国共同举办的亚洲上界大金色目镜蛇联合演习，是有超过10个国家参加，昨已经起过。美军是意外讲在台湾嘛会参加，虽然事后是已经有修改文章，甲台湾删掉，不过有关是引起中国钓卡转地。今仔日早起就随派32架战机做联合战备警巡，佮宣布要伫咧高平外海射击训练。咱的国防部当然是随出声肯定。金色目镜蛇多国联合演习25登场，美国、泰国、日本、新加坡、韩国等国超过200名官兵同齐组织伫泰国这项联合军演是伫1982年开始，目前是亚洲规模上大的军演。We see our increased ability to work together for our collective security and sovereignty, and in every Cobra Gold, we better understand each other's capabilities and build upon our collective partnerships. 美军透过金色目镜蛇演习面册官方已经公布，台湾也有派员参加今年伫泰国举行的联合军演，这也是史上头一摆。美军官方宣布，咱国参演今年美台金色目镜蛇演习，也毋过信息现讲了后，亲像因为牵涉敏感，美军主办单位看完就修改答文，将台湾能力删除。国防部表示尊重主办承办国的公共信息，无被评论。Cobra 这个演习哈，它不是1天2天的，在全球的国际化的演习，我们都希望能参与，包含这个环太的演习，我们也都希望能够参与。但是至于说我们国家因为都是没有邦交，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和理念相同的国家共同参与维护地区的和平和稳定，是我们所乐意所看到的。无论美军是有意还是无意公开，安尼亲像已经引起中国保安早起随派出32架战机进行联合战备警巡，其中22架次也个飞过中线，甲伊的沿线线进入咱国北部甲西南方向。公然违反国际惯例，无预警在距我国高雄屏东外海约40海里处海域划设超演区，宣称将进行射击训练。对此，国防部表达严厉谴责，并及时检派海空以及陆岸兵力监控警戒，适切应处。国防部进一步指出，中共政治伫越南、澳洲外海进行射击训练，对菲律宾展开军事威胁着各种破坏现状行为，会当证明中国已经是当前台海甲印太区域和平稳定唯一个上大威胁。公司新闻采访报道。镜头换来看乌克兰迄边，美国是要爱乌克兰的矿物资源，双方闹甲无欢喜。即阵美国退让，甲乌克兰无法度接受的条款提掉。风声讲，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是200，可能就会去美国签协议。也若是美国的总统川普去访问着讲，乌克兰签协议了后，是会当用矿物换着啥货？川普是回应讲，会当换着继续战斗的权利，煞无回应讲敢会继续换做。一名乌克兰官员表示，美国甲乌克兰已经将对这项有关天然资源甲乌克兰中间的协议达成共识。这名消息人士指出，在所有未当接受的内容条款互删除了后，双方同意这项协议。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预定200去华府。I hear that he's coming on Friday. Certainly, it's okay with me if he'd like to, and he would like to sign it together with me. And I understand that's a big deal, very big deal. 乌克兰官员表示，新的协议对乌克兰较有利，几乎认为这是一个好的结果。英国广播公司 BBC 指出，有媒体报道，修改了后内容定显是美国为原本要求开采乌克兰天然矿产资源中得到5000亿美金的减载收益，到即马已经无遐尔坚持，不过也无向乌克兰提供确实的安全保证。这也正是乌克兰所提出的关键要求。川普立国表示，乌克兰会得到继续战斗的权利。另外，敢是继续会提供装备弹药。川普表示，无定着等到美国甲罗西亚但是协议了后，才去讲。We've spent $350 billion. We want to get that money back. We're helping the country through a very, very big problem. But the American taxpayer now is going to get their money back.
另外，美国未阁完全控制这份协议中由美国甲乌克兰所成立的中建投资基金。不过，美国有希望在决策中有优先发言权，为了乌克兰会贡献出包括天然气甲石油在内扩散资源收入的50%。美国也会根据川普所讲的，将为稳定发展甲经济繁荣的乌克兰提供长期的债务承诺。公司新闻黄伟林编译。咱头拄则看到美国甲乌克兰是有可能会签恐怖协议，这乌克兰的境内到底是有啥物物件，Trump乃遮尔兴要爱？主要就是乌克兰境内恐怖总计但是有达到328条的代票，包含锂电池的锂，也有全世界总量排伫咧前5名石墨，也有这天啊嘛是全世界第5大出口国。一寡恐怖是伫咧科技、国防、航太领域拢用得到。Trump 嘛是趁这个机会要掌握大量的稀土，安尼印度免阁挖靠中国。面对这美国甲乌克兰是有可能的签协议，罗西亚总统普京就赶紧出声，讲因境内稀土是搁较济，就美国斗阵开发趁大钱。美国甲乌克兰针对天然扩散资源达成初步协议。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5个礼拜会甲美国签署相关的协议，和美国总统川普要求乌克兰用稀土来换美国援助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乌克兰国内扩散资源有34款，其中22款和欧盟列作关键扩散，其中由17种关键元素组成的稀土，会当制作强力气球，应用伫手机啊、电动车、飞弹系统这产品，是美国伫国防、航太、力量产业内底。看作是重要关键的扩散。Trump wants rare earths because the American economy is highly dependent on Chinese sources and it's an economic and national security risk. So, reason number one. Reason number two is that there are not so many American companies who are able to mine and produce rare earths within the US. 对于全球关键扩散稀土地缘政治真有研究的政治学家库里克普斯表示，川普想要稀土的原因，除了想要摆脱外靠有全球稀土扩散60%中国以外，还有乌克兰国内有稀土，会当借此和乌克兰用来交换军援费用。另外，乌克兰还有达到50万吨的锂矿，是制作电动车电池的重要材料，嘛是欧洲国家运装锂矿数量上济国家之一。同时阵，乌克兰的钛加铀矿的数量嘛是全欧洲上济，是航太工业甲核能协部发展的重要矿物，当然制作电动车电池、反应炉的另外一项重要矿产石墨。乌克兰国内的运装数量嘛差不多1900万吨，占全球数量的20%。We know that our graphite can be used in high technologies. We know that our graphite is possible to convert to graphene. Is the nanotechnologies, and 1 kilogram of graphene can cost thousands and $100,000. 不过，泽伦斯基表示，伫俄乌战争拍3档了后，暂时伫顿涅茨克加扎波罗热的煤矿以及至少2个锂矿已经互俄国控制，大约占原本的矿产差不多20%，其中佫包括一半的稀土矿产。这嘛是乌克兰积极推动甲欧美国家协商，毋望建立互惠互利的伙伴关系，共同开发这些资源，嘛借此伫俄俄停战谈判内底占有利的地位。公司新闻台是编译。美国总统 Trump 就任了后，就废掉伫咧美国出世到美国国籍的制度，嘛大规模伫掠非法移民，就去互批评讲是伫咧赶走善食人，迎接好野人。自从这 Trump 又搁有新招，宣布是2礼拜内美国就要开始卖这款移民金卡，一张是500万美金，好代表1亿6000多万，身份爱经过审核，上准要卖互外国的好野人。这移民的金卡若是有摕到这张，就会当伫咧美国食头路甲生活。Trump 就讲，只要有钱，就会当伫咧美国做美国人。为着省外国资金，川普阁推出投资移民金卡这个新的手法，找的是金字塔上顶悬的外国超级好野人。这张金卡要比 EB5 投资移民爱105万还是80万美金的条件阁较悬，一张爱500万美金。不过，川普嘛讲，这是一张正高级的绿卡，并无等于是开钱来买美国公民的身份。They're not citizens, but they'll have to pay if they create jobs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y'll pay full taxes like everybody else. So you're getting big taxpayers, big job producers, and we'll be able to sell
maybe 1 million of these cards, maybe more than that. 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进一步讲，备端真济 EB5 未来就会停办，会专门换做爱500万美金的川普金卡。针对来办金卡的好家人，美国嘛会针对因来做背景的审查。不过有记者嘛追问着讲，罗西亚掌握权力的寡头，敢会当来办卡？对这川普的回答，敢若是肯定的。Be eligible for a gold card? Yeah, possibly. Hey, I know some Russian oligarchs that are very nice people. It's possible. They're not quite as wealthy as they used to be. They're not as wealthy as they used to be. I think they can afford $5 million. 另外，马斯克带领的政府效率部导致之前的联邦雇员做工课的干部，若是无回 email， 就会防洗透露。这个部门内面有21个对美国所谓服务部留任的科技员工，如果因提出集体请辞，理由是因无愿意用家己的技能来帮助会互美国陷入危险的工课。尤其马斯克招的真侪人，拢欠必要的技能和经验，因认为讲有严重的风险。对这马斯克是无啥愿意回应。虽然讲白宫宣布政府效率部的负责人另外有别人，是一个有医疗背景的女性隔离生，但是上时伫白宫这边嘛证实讲，马斯克伫26的时阵会去参加川普举行的第一摆内阁会议，嘛搁一摆引起关注。公司新闻洪如梅编译。转来看咱国内消息，新竹市调查站的调查官余正宏，搁发现新竹市长林志坚的论文是抄别人的，引起关注。即阵伊说是加入趁非法钱5000万的案件，搁涉嫌用调查官的职权去调查别人的个资。所以讲检调就出动去约谈，余正宏50万交保。调查局新竹市调查站调查官余正宏，伊个切实的罪案，面对镜头是一句话都无讲。真正因为控告将新竹市长林志坚论文抄袭的案件，大家对伊较有熟悉。想袂到，这个案件过3年，即嘛标出余正宏加入去一个5000万投资的案件，涉嫌滥用职权，私底下调个资，去互台北地检署移送复审。本局新竹市调查站与调查官疑涉不法等案件，本局接获案件进行调查后，全主动报请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检察官指挥侦办。本局秉持主动厘清事实，勿枉勿纵，绝不护短的态度。余正宏的查某朋友范廷玉伫总统府示威小姐透露，伊以证人的身份去互约谈，也若有牵涉不法的，包括中国信托、证券营业员陈碧川、国防部军事情报局军官侯俊营，甲因牵手颜炳辉，也有余正宏的朋友陈志全。专案因为台北地检署侦办债券的投资案，掌握到陈碧川以投资债券，请侯俊营来投资，侯俊营则个分享予范廷玉，余正宏阁邀请陈志全来投资。后来因为投资失败，余正宏为着要甲钱讨回来，哪像利用调查官的职权，偷偷调查伊的个资，所以检调25所查，甲几个人约谈到案。检方复审了后，2人以违反个资法甲银行法等等，余正宏50万交保，其他的人分别是10万至30万交保。调查人员应洁身自爱，不得利用职务机会滥用职权，如有涉及不法，一定查办到底，严予究责，绝不宽待。因为被告侯俊营甲证人范廷玉拢是做军职，这件代志较敏感，检方追查2个人涉案的程度。现在余正宏的部分，调查局最近会召开临时考察委员会，会严格审议甲查办。记者综合报道。台中的检调顶日来接到检举，讲是有记者甲学者接受境外势力咧做总统大选的假民调。台中高分院今仔日2审宣判是平盘，认定讲因确实是有犯反渗透法。那这个立委就认为讲，若有证据就要赶紧办，嘛建议讲要成立国安法庭来处理专门这款类似的案件。2024年的总统大选早就结束啊，但是台中检调接到检举，检记者和自动新媒体传播有限公司负责人的林宪元，含讲家己是民调专家的退休的副教授苏芬华，受中国官方人民票13万外，而且接受指示继续搞摆不实的总统大选的民调。1审2个人敢若红判违反总统、副总统选拔法，台中高分院2审第2日改判，2个人阁涉犯渗透法，对判决民众看法无同。如果有外力介入的话，我觉得可能就要去思考一下它的正当性，就是是不是合理这样子。我们一般民众的生活如果不会因这样而被影响到，是无所谓的。对，
如果说你是政治者立场，那就不一样，那就是政治有政治的需求嘛。林宪元表示讲，会等收到判决的主文了后，才含图书建议来提出上诉，争取清白。国民党立委王宏维是认为讲，台湾的选举过去一直出现假民调，不管是收受国外的势力，还是政党的钱做假民调，都应该法办，才会当卖互乱象搁出现。不管你是收中共的钱，或者收美国的钱，任何国外势力的钱，或者你是收政党的钱去做这个假民调，我觉得都应该办，因为我们过去这种所谓的选举假民调，其实一直都是充斥的。民进党立委王定宇嘛肯定二审的判决，认为讲一审无够严谨，无用反渗透法的判刑无法度认同，建议司法院建立专职的国安法庭，守护国家的安全。司法院应该建构专业的国安法庭，专责来处理相关的共谍啦、涉犯反渗透法、国安法、国家机密保护法、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等等相关的法。那让专业的法庭来做好国家安全把关的工作。台中高分院的判决逆转，认定林所两个人涉犯反渗透法和总统、副总统选罢法，分别处9个月和6个月有期徒刑，褫夺公权2年，但是所会当假罪2年，专案阁会当上诉。记者综合报道。去年台北市喜来登饭店边啊，有一只公车整起哩弄到头前的公车，造成这车冲进前，阁弄死过路人意外。检方调查了后，是发现讲后壁迄台公车姓谢的查某驾驶是捌开脑流面尾，反应已经无够紧，无适合开车，北检今仔日甲驾驶起诉。去年11月，台北市喜来登饭店边仔的路口是发生严重车祸，一台大都会客运的公车伫咧等一对翁仔某经过斑马线的时阵，随后后壁另外一台带有巴士的公车弄到，造成大都会客运是对头前女一个细龄的过路人红捲入车底死亡，造成1死15伤。台北地检署今仔日侦结起诉带有巴士姓谢的司机。本署检察官侦办谢姓被告驾驶营业大客车肇事案件。于今日侦查终结，检察官依刑法第276条过失致死罪，依法提起公诉。检方调查发现，讲这肇事的细只的查某驾驶，2018年捌因为脑部的外伤、头骨骨折、眼脑膜血肿和正手的神经损伤，接受开脑清血肿的手术。检察官认为，讲细只的查某人明明知影讲伊受过这伤，可会造成反应力无够，无适合赛车。但是发生迄当阵的天气和路况，拢无啥会因为安尼看袂清楚，却无去注意车前的情形，采取必要的安全措施。业者嘛相信讲，伊唔知影细只的驾驶捌接受过开脑的手术，嘛强调未来请新驾驶会特别去问，敢有重大疾病还是手术史。我们不知道因为我们只看他的劳工健康检查表，上面不会有显示。我们以后如果说真有亲近驾驶员，我们会去了解一下他过去的病史，因为我们目前的任用一般来讲就是健康检查嘛，一个就是那个良民证上面有没有吸毒啦、酗酒的前科嘛。担任驾驶长之前是不是有一些重大的一些疾病？那可能没有办法在所谓的健康检查报告里面去做呈现。那这个部分我们可能要另外再研拟说，适不适合纳入驾驶长的一个聘用的一个要求的项目里头，这个我们还要再做讨论。台北市公运处讲，定期健康检查已经纳入公车品鉴的指标项目。另外，对驾驶个人的病史，因为涉及运输，嘛是需要各项专家进一步来讨论。记者综合报道。国内外有甚物重要的消息，咱做回来看。读起先先来看，今日早起财政部的系统是大规模各样，在国税局、地方税务系统、临柜办理所得资料，也佫有调财产清短业务拢总受到影响。这网络部分的服务冇较慢的进行，是一直到下晡4点40，这财政部才表示讲全部受理好势。接落来看，这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是讲65岁以上老大人3个人都有一个较听无。或者医学期间就指出，这听力受损是造成失智症真重要的原因之一。专家就建议咱的政府要把听力的检查列入公费的体检项目，保护老大人的听力，卖当避免失智症。上尾来看，这南韩的总统尹锡悦昨伫咧宪法法院上尾一张单黑庭，是甲人民会师的谅解。尹锡悦就强调讲，伊下令戒严是为着要让公众了解国家的危机。要若是这个尹锡悦敢会去互免职，宪法法院是预定3月中的宣判。若是确定免职，南韩就要伫咧60天内重新举办大选。
接下来继续来关心国际消息。南美洲的国家智利2、5是发生大停电，全国是有9成的地区拢熄电。这车红灯、这运银行这款物件拢无法度行，这民生设施拢无法度运作，所以讲学校就只好停课，嘛有遮侪活动嘛取消也是延期。智利的总统就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实施宵禁。热心的民众伫街路协助警方指挥交通，引导民众去搬公车。智利伫当地时间2、5日下传出大停电，为交通号志到捷运、银行的提款机全部拢袂顶袂动。真侪民众掉伫地下的捷运车厢内底，大家拢真惊吓。真无简单会当离开车厢要转来地面的时阵，电楼梯嘛因为无电，民众都爱顾爬真远才会当起来。Había llorado mucho y los pilló dentro del túnel. Me dio una crisis de pánico, me tuvieron que sacar la jefa de estación que se comportó muy bien. 根据外国媒体报道，为北部阿塔卡马沙漠的发电厂向南边送电，送去到首都圣地亚哥的电网，唔知虾米原因向故障，引起连锁的反应，互其他所在送电的系统电力的负担超崩，落尾手造成全面性的停电。除了病院甲部分的政府机关有备用的电通使用，免叫依期运作，其他的所在规个系统乱糟糟。Tomé la decisión de decretar estado de excepción por catástrofe entre la región de Arica y Parinacota hasta la región de los lagos. Además, un toque de queda en las mismas regiones a partir de las 22 horas de hoy y hasta las 6 de la mañana del miércoles. 伫电力还未全面恢复的期间，智利内政部嘛派几千个警察执行宵禁的禁令，而且维持伫停电期间的社会秩序。因若即届造成送电系统故障的原因，也会调查。公司新闻，齐家人编译。英国国会最近是提案，温准科技公司使用任何合法配到的素材来训练 AI， 这就引起英国音乐界不满。因就以清名音乐人的名义推出一张无任何音乐，敢若有10音的无声专辑，目的就是要表达，若无好好保护版权，就无音乐通好听。红头毛爱掉的音乐充人喜欢，也毋过敢会当摕来训练 AI 咧。英国政府最近提案，温准科技公司无需要出示许可，就会当使用合法处置的素材来训练 AI 模型，包括有版权的创作。这引起英国音乐界强烈不满，所以用千名英国音乐人的名义合作推出一张无音乐只有10音的无声专辑，想要表达是无好好保护版权，都无音乐会当听。这张专辑内，每条音轨的名只有一个字，合起来都是英国政府无应该互盗版音乐合法化独立 AI 公司。It's not going away, but look, if I were to copy a piece of music by a living composer, by you, by anybody, without asking, it would be a copyright infringement. Why are tech companies any different? 日本界也伫媒体内面投诉，数名人包括红头毛爱德、杜瓦利坡、披头士成员、保罗麦卡尼等等，因伫投诉中表示，这项法案看起来亲像鼓励科技发展，其实规个英国创意产业伫全球的领导地位实在是颠倒兵。So, it's really important that we just stand by what is the right thing to do, which is to power and empower our creative industries to continue to be world leaders in economic growth. We all want to embrace innovation and AI in particular, but it shouldn't be replacing human creativity. It should be assisting us. 去年，英国新政府就任以来，有意推动 AI 产业。首相斯凯尔阁加讲大声话，要互英国变作 AI 超级强国。只不过，要安怎修正法律才会当追求科技发展，佮保护价值超过5条代表的英国文化产业，是修法爱面对的难题。公司新闻由派顺编译。感谢您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